台北有一间真出名的麻辣火锅店，卫生出问题。有民众伫网络野聊，讲伊去食火锅，发现放卫生纸的拖内底有一束胶纸，看到起价要赔。甲店员反映，店员回讲是因为百货公司喷药咧涂糖，会反映予百货公司，而且赔偿伊一罐饮料。不过民众对这种的回应无法度接受，尾啊火锅店是正慎重，甲这民众来道歉，嘛决定关店3天，加强消毒。真大条规油汤体顶级的火锅，放落去沙，嫌火锅品牌麻辣顺好，标榜正港的中型火锅，所叫民众遐料。有一摆去麻辣顺好食火锅，煞伫咧卫生纸的拖内底，看到规束的胶纸囝，甲店员反映了后，店员煞甲讲，因为百货公司才拄做完消毒，伊嘛去甲百货公司投诉。我觉得还是要看店家事后的，就是这件事情，就可能我跟店家说，我跟百货公司说，那我看你们之后的态度，那我自动一定会把它拍下来。餐饮是他们在做，所以他本来就要该负责这个清洁卫生，跟百货公司没有关，因为百货公司是租给你。有麻辣锅有这种景观的，哇，这个很棒哎！他们可以走出这是露台吗？其实这间麻辣火锅继续正规，因为以广告火锅到达中型的麻辣火锅，加上这样特殊的9宫格火锅，相亲在网红都会来到店内拍影片。对于无法维护好用餐环境，造成客人不愉快的用餐经验，以及后续处理上的一些不足的地方，那我们也深感抱歉。这一家店呢，从今天开始紧急停业3天，进行全面的清洁以及消毒。我们会加强环境的维护。伫咧台北盛记的店片，阁有真水景致会当看。台北101道菜伫咧边仔是全台湾相关的麻辣火锅店，即摆逼消费纠纷，集团嘛答应会加强卫生和员工的教育训练，希望消费者爱继续对因有信心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